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 Otter 讀書會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本令你重新審視自己做決定嘅書，叫做《快思慢想》，作者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納曼。呢本書會徹底改變你對自己點樣思考同做決定嘅睇法。你係咪成日覺得自己做決定好理性，但係咪有時又會做咗啲事後自己都唔明點解嘅決定呢？卡納曼話咧，我哋個腦有兩種運作模式，佢叫系統一同埋系統二。系統一係快思，好似自動波咁，快憑直覺，唔使用腦。例如你一眼就認得朋友個樣，或者聽到巨響會即刻望返轉頭。系統二係慢想，好似手動波，慢，要用力，要專注。例如計複雜數學題，或者比較兩部手機邊部好啲。呢兩個系統點樣互動，點樣影響我哋每一個決定，就係呢本書嘅核心。系統一雖然快，但係佢為咗慳力，會用好多捷徑嚟判斷，就好似抄小路咁。有時係幾好用，但好多時咧會令我哋跌入一個作者稱之為可用性捷徑嘅偏誤陷阱。我哋成日根據一件事，有幾容易喺腦入邊諗起嚟判斷佢發生嘅頻率，好似飛機失事咁。新聞報得好犀利，搞到我哋覺得搭飛機好危險，但係其實統計上揸車危險好多倍。另一個咧係表徵捷徑，我哋會根據一個人有幾似我哋心目中嘅典型形象嚟判斷佢。咁書入邊咧有個經典例子叫 Linda，一個關心社會公義嘅聰明女性。問下大家，咁佢係銀行職員嘅機會大啲，定係做銀行職員又係女權分子嘅機會大啲呢？好多人咧會直覺揀後者啦，咁因為描述好似好啱嘅女權分子，但係邏輯上做女權分子嘅銀行職員一定少過所有銀行職員，後者嘅機會率一定低啲。呢個就係因為我哋太依賴刻板印象做判斷啦。仲有啲偏誤都好常見，例如一個叫做錨點效應。我哋做靠估嗰陣，個腦好容易俾第一個接觸到嘅數字所影響嘅。好似你去買樓，個業主開價好高，即使你覺得唔值，你還價後嘅最終價都好可能比你心目中想要嘅價位高咗咯。另一個厲害嘅係框架效應，同一件事點樣表達會好影響我哋嘅選擇。醫生同你講啦，做手術1個月裏邊咧，存活率90%，你會覺得安心好多。但係如果佢話死亡率10%，即使數字上係同一回事，你會驚好多，可能就唔想做手術。呢個顯示我哋嘅決定好多時唔係完全理性，而係俾字眼嘅情緒影響咗。我哋仲有個通病，就係太有自信。卡納曼提出一個概念叫 What you see is all there is， 意思係你睇到嘅就係所有。我哋個腦好叻，會根據手頭上有限嘅資料，自動砌一個最合理嘅故事，然後就對呢個故事好有信心，完全忽略咗可能仲有好多我哋唔知嘅重要資訊。呢個情況加上後見之明偏誤，即係事後孔明，覺得我一早知啦，就更加令我哋高估自己嘅判斷力同預測能力。好似好多人都話一早知2008年會有金融海嘯，但係其實當時根本冇人可以肯定。呢一種過度自信，尤其體現喺計劃嘅謬論上。我哋做計劃嗰陣，成日都太樂觀，低估咗要用嘅時間同成本，例如裝修或者搞個 project， 結果十居其九都超時超支。第二，最重要嘅一點係損失規避，我哋對損失嘅感覺遠遠強烈過得到同等利益嘅感覺。書入邊有個例子，擲公字，公就贏150蚊，字就輸100蚊。雖然數學上贏面比較大，但係大部分人都唔肯搏，因為輸100蚊嗰種肉痛嘅感覺強烈過贏150蚊嗰種開心。卡納曼話呢種唔開心對開心嘅強度比例大概係2:1，呢個解釋咗點解我哋咁怕蝕底，做決定時咁保守。除咗損失規避、展望理論，仲發現我哋對唔同機率嘅反應都唔係一致。我哋會過度重視好低機率嘅可能性，例如買6合彩，中頭獎機會渺茫，但嗰少少機會已經好吸引啦。同時，我哋又會低估好高機率嘅確定性，好似95%機會贏10000蚊，吸引力遠遠低過肯定攞到9000蚊。呢啲因素加埋損失規避，就形成4種形態。喺得嘅領域，我哋對高機率嘅嘢傾向迴避風險，寧願要確定有嘅着數；對低機率嘅嘢傾向尋求風險，例如買6合彩。
喺失嘅領域就調翻轉，對高機率嘅損失傾向風險尋求，寧願搏一鋪可能輸更多，都唔想硬食確定嘅損失。對低機率嘅損失就極度迴避風險，例如買保險。最後，卡納曼提出我哋有兩個自我，一個係經驗自我，佢負責感受每一刻嘅快樂同痛苦，活在當下；另一個係記憶自我。佢負責整理我哋嘅經驗，編成故事，幫我哋做決定。奇怪嘅係，記憶自我記嘢嘅方式好特別，佢主要受兩樣嘢影響：風中定律同忽略過程長度。意思係佢淨係記得成件事最深刻、最好或者係最壞嘅時刻峰值同埋結尾嗰陣嘅感覺，而唔理成件事持續咗幾耐。書入面咧用咗個好經典嘅冷手實驗，叫人將隻手咧浸喺冰水入面，一組浸60秒，另一組浸90秒，但係最後30秒水溫會稍為升高啲。結果大部分人咧竟然咧寧願揀重複浸90秒嗰次，因為雖然咧痛嘅總時間長咗，但係結尾舒服啲，記憶咧就冇咁差。呢個說明咗我哋做決定嘅嗰個我，記憶自我同真正喺生活入邊嗰個我，經驗自我想要嘅嘢可能唔同。總括嚟講，《快思慢想》呢本書揭示咗我哋個腦點樣用兩種截然不同嘅方式運作。系統一快思靠直覺，好快唔使用力，但係成日會用啲捷徑，搞到我哋有偏誤，做出啲自以為啱，但係其實係錯嘅判斷。系統二慢想比較理性，要專注，識得計數，但係又好懶，成日由得系統一亂嚟。再加上我哋又有經驗自我同記憶自我兩個我啦，佢哋對快樂同痛苦嘅睇法都唔同，搞到我哋做決定嗰陣，可能根本唔係為咗真正活喺當下嘅自己。咁可以點算呢？係咪睇完本書就變咗好理性嘅人？作者好老實話你知，其實好難。佢話連佢自己研究咗幾十年，啲直覺思考方式都冇乜大改變，一樣會過度自信，一樣會跌入計劃謬論，因為係統一係好難調教嘅，佢係自然就會發生。但係唔使灰心，本書最大嘅價值唔係俾個仙丹你食，而係俾咗一套說明書，知道呢啲思考陷阱存在，就係最重要嘅第一步，就好似知道前面邊啲地方可能有地雷咁，你會行得小心啲。當你意識到自己可能處於一個容易犯錯嘅情況，例如要做重要決定，壓力好大啦，或者直覺話你知某件事一定係啱嗰陣，就係時候要慢落嚟。呢個係關鍵，特登停一停，唔好俾係統一嘅直覺衝動帶住走，俾啲時間係統二，叫佢開工，用多啲力去分析下。你要質疑自己嘅直覺，尤其係喺啲複雜或者你唔熟嘅情況下，問下自己：我咁諗係咪因為某個偏誤影響緊我呢？去嘗試揾下外在睇法，唔好淨係睇眼前嘅嘢，睇下其他人遇到類似情況係點，有冇啲客觀嘅統計數字可以參考下，係咪？甚至試下重新問嗰個問題，係用唔同嘅講法去描述佢，睇下你嘅選擇會唔會唔同咗。雖然我哋未必可以完全擺脫偏誤，但係透過認識佢哋，保持警惕，尤其喺重要嘅時候，要求自己慢想，我哋絕對可以減少犯錯嘅機會，做出更明智、更符合自己長遠利益嘅決定。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如果大家對某啲書有興趣，但係冇咩時間睇，不妨留言話我知，我會做一個8分鐘嘅濃縮精要，務求令大家可以快速吸收當中嘅故事或知識。多謝大家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